運嘅運商就唔係好似單打咁啊，用世界排名去攞參賽資格，而係喺入圍單打嘅球員當中，用電腦隨機抽出組合，咁所以要到咗啊，先至有得一齊練。但係睇嚟吳子柔同埋詹俊偉默契都唔錯啊！第一局波係贏21-14㗎。吳子柔女單青年世界排名66位，而詹俊偉就係男單嘅6號種子，兩個人都係喺單打8強出局㗎。咁但係合作打雙打效果就非常之好。之前佢哋溝通過㗎啦，就由吳子柔負責網前，詹俊偉就喺後場。所以即話由單打球員打雙打，同埋由嚟自唔同代表團唔係夾開嘅組合嚟比賽，可能有人會認為啊競爭味道唔太大，咁但係就達到咗奧委會俾青年運動員打多幾場去感受大賽氣氛同埋聯誼嘅宗旨。第二局最後幾分打得好緊㗎，要打刁時。結果吳子柔同埋詹俊偉贏23-21，局數贏2-0。港協暨奧委會嘅成員都有嚟睇呢一場決賽㗎，咁啊包括咗義務秘書長彭聰在內。喺我哋訪問緊嘅時候，佢祝賀運動員奪金。喂，唔好意思啊，唔該彭生。喂，唔該彭生。咁之後就同佢行開咗，要隔咗一陣啊，先至翻嚟繼續做埋個訪問。一開始都冇諗到有咁好嘅成績入到決賽，已經好滿足。我們配合得很好，就是他前面今天也打得不錯，也打得不是很輕鬆，就是很辛苦。吳子柔攞到青年奧運嘅金牌。由於運動員嚟自唔同嘅代表團，所以頒獎禮上面升嘅係奧運5環旗，奏嘅係奧林匹克會歌。今屆賽事冇獎牌榜㗎，所以唔存在獎牌計入邊一個代表團嘅問題。羽毛球項目結束啦，咁總結香港隊今屆嘅成績，男女之單打都係喺8強出局，係憑住吳子柔喺混雙攞到呢一面獎牌。無線電視記者伍家謙喺